什么？你说迟墨到了咱们门店？嗯。迟墨，你怎么来我这儿了？业务洽谈。真的？哎，别看了，口水擦一擦都掉到桌子上了。真的好帅，好帅啊！他以后就成为我的新男神了。我能读懂他的背影，伟岸而又有安全感。他是男的。我刚刚握的这只手，分分钟几千万人民币进账。我肯定能沾点喜气儿。哎，你看，我这手是不是比刚才还白了点呢？白了，白。聪明啊，几天不见，你整个人简直是焕然一新呐！有吗？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啊，迟氏集团总裁亲自来咱们公司呢，钦点你做珠宝设计师。原来迟墨来门店是为了钦点我做珠宝设计师，怎么回事？听到这个，竟然还有点小感动。要不这样吧，为了答谢大家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唱 K。愣着干嘛呢？这工作时间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怎么在公司里做出点业绩，成天想着唱 K 唱 K。哦，对了，好聪明，来一趟。哦。好聪明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要给我加薪？哎，升职加薪都不是个事儿，只要你能完成我给你的新任务。什么新任务？跟迟氏集团战略合作。啊，经理，咱们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我刚刚从卑躬屈膝的那种状态恢复了自由，你现在硬要让我去抱大腿啊？说什么呢？什么抱大腿？会说话吗？这叫战略合作。你看啊，第一步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咱们跟迟氏集团现在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。这下一步，咱们强强联手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经理，你还懂《孙子兵法》呢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粉丝时代的经济。这粉儿对了偶像啊，天天都是正能量。这偶像要是带上咱们的饰品，那分分钟都是进账啊。但是这跟迟氏集团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傻呀？你想，迟氏集团这么大的产业，现在要注重新媒体力量，给影视周边开发的饰品卖给粉丝，简直跟抢劫一样。他们的短板就是咱们的长处，咱们的优点放到他们的平台上，就能发展得更加强大呀。聪明啊，加油拿下这一单，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。祝你走上人生巅峰！巅峰，巅峰！我回公司了啊，加油！迟墨自己就是个大坑，离开了迟墨这个大坑，我才天天都是巅峰。不进来了。进，当然进了。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。糟糕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这样的情节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。哟，在公司都不避讳了，都同进同出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我当你是空气。他怎么知道？我到了！
设计稿是你搞的鬼吧？你调查我，你为了他，你居然调查我，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？迟墨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款瑶光之星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。瑶光是北斗七星的第7颗星，是北斗星的斗柄，由它来指引方向。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，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，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路痴，早日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。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所以，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瑶光之星。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，大家认为呢？我觉得的确很有嫌疑。等等，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，并且郑小姐有7%的股权正在过户，所以很快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。啊，欢迎欢迎！谢谢大家的信任。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，据我所知，好聪明是吧？有抄袭前科。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这场事件的主角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。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。那是池总大度，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？要开始反派女2号的戏码了。我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饰品，我自当赔罪谢礼；如果设计不出，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你说是吗？真狗血！万年老桥墩，你不能换一个？这招数，还挺管用的。好，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。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，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，达成2家的战略合作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。